今日同大家介紹萬商電器城，咁就係咧華強北。咁啊最近熱爆呢一個咧 Switch 2啊，咁嚟到咧華強北呢一個商場咧嘅2樓啊，就專門賣 Switch 2咧嘅一啲嘅產品㗎。咁有包括 Switch 1嘅二手遊戲啦，咁同埋 Switch 2嘅主機都有得賣㗎。咁同埋 Switch 2嘅遊戲啦，都可以喺度揾得到㗎。咁我平時喺香港呢，就去開灣仔東方188啦。咁如果同香港嘅遊戲店呢去對比嘅話呢，個價錢上呢，咁主機嚟講普遍呢都會貴港幣大概100蚊到百幾蚊左緊啦。咁遊戲方面呢，二手嘅遊戲喺呢度買呢，以人民幣換算港幣呢，都其實同香港嘅二手價呢係差唔多嘅。咁除咗買 game 同埋買主機啦，咁我覺得就係買一啲配件啊。Switch 嘅一啲配件呢，如果唔係原廠嘅話呢，喺呢一度買就肯定係較為平啲㗎啦。咁如果原廠嘅手掣，我見到 Switch 呢都係300幾蚊，咁啊香港可能都要400至500蚊。呢一方面就唔知點解呢度都算平啊，咁當然如果你有方法攞到部全新未開封嘅主機嚟到呢度呢，咁每一部嘅主機呢度都會收嘅，因為可能主要嘅貨源呢都係透過呢收香港人帶過嚟嘅貨啦。咁其實個差價呢都仲有呢100幾至200蚊內㗎。咁聽聞呢初頭 Switch 出嘅時候呢，咁呢度嗰個差價仲更加大㗎。咁呢度其實賣 Switch 嘅鋪頭就唔算多，但係呢喺深圳以至中國呢，有呢一啲賣遊戲、日本遊戲嘅地方呢，其實就唔多嘅。咁我今日呢都有啲收穫啊！咁我就買咗隻體感嘅遊戲啦，咁就都係二手嚟嘅，同香港價錢差唔多。咁啊，未夠鐘食飯嘅話呢，喺呢啲地方呢，坐喺度試玩下啲 game 啊，咁都可以。咁嚟到華強北呢度呢，只要見到呢一個嘅中國二手電子交易中心啊，咁嘅2樓呢，就係呢一個地方啦。咁今日介紹到呢度啦。